早晨各位，我係 Laura， 今日係2026年4月3號星期五。Laura Time Media 為你帶嚟今日快訊。伊朗稱擊落美軍戰鬥機，飛行員下落不明。魯比奧譴責中國扣留巴拿馬籍船隻。聯合國將就霍爾木茲海峽決議進行表決。中國反對授權使用武力。美國陸軍參謀長被克格塞斯解職。以上及更多內容即將為你報導。4月3日，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宣稱，其部隊喺伊朗領空擊落咗一架美國戰鬥機。國家關聯媒體報導稱，該戰機飛行員可能已經彈射並降落喺伊朗境內。半官方嘅塔斯尼姆通訊社援引伊朗革命衛隊聲明稱，被擊落嘅飛機係一架 F-35，並發布咗據稱係飛機殘骸嘅圖片。該媒體亦表示，飛行員嘅具體情況仍然唔清楚，並稱美軍正喺該地區展開搜救行動。據伊朗國家廣播電視台報導，事發地區嘅地方電視台已經呼籲部落成員同當地民兵，如發現美軍人員應對佢發動攻擊。伊朗革命衛隊仲聲稱，呢架被擊落嘅飛機係由英國萊肯希斯皇家空軍基地起飛嘅。該基地駐有美國空軍第48戰鬥機聯隊。目前美國官方尚未證實呢個講法，美國中央司令部亦尚未對最新指控作出公開回應。喺之前衝突中嘅類似事件中，美國中央司令部曾經否認伊朗有關擊落美軍飛機嘅講法，並表示所有飛機都已經清點完畢。美國國務卿魯比奧指責中國扣留或拖延巴拿馬籍船隻，稱呢個係對巴拿馬喺收回運河關鍵港口控制權後嘅霸凌同報復行為。佢表示，呢啲做法擾亂全球供應鏈，增加成本，並削弱對國際貿易體系嘅信心。同時強調，美國將會支持巴拿馬嘅主權，並對中國利用經濟手段施壓表示嚴重關切。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上週表示，正關注中國扣留巴拿馬籍船隻增加嘅情況。巴拿馬最高法院今年1月裁定，香港長江和記子公司嘅港口特許經營權違憲，並由美資公司接管運營。長江和記對此表示反對，指責巴拿馬非法沒收資產，並提起仲裁索賠超過20億美元，稱該裁決缺乏法律依據，並損害當地經濟和法治。數據顯示，3月份喺中國港口被扣留檢查嘅124艘船中，有92艘約75%懸掛巴拿馬旗。呢啲船通常會被扣留1至10日後先被放行。相比之下，前2個月嘅比例較低。2月份被扣留嘅45艘船中有19艘，超過40%係巴拿馬籍；1月份71艘中有23艘，超過30%係巴拿馬籍。中國港口扣留嘅巴拿馬籍船隻比例喺3月大幅上升，明顯高於1月同2月。與此同時，喺巴拿馬法院裁決後，中國方面表示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護本國企業嘅合法權益。美國聯邦海事委員會批評中國對巴拿馬籍船隻嘅檢查同扣留具有懲罰性，可能對美國航運及全球供應鏈產生重大影響。而中國方面否認相關指控，反指美國試圖控制巴拿馬運河。與此同時，巴拿馬承認扣留情況增加，但認為屬於航運常規，並表示希望同中國保持良好關係。和記港口係長江和記實業旗下子公司，由香港億萬富翁李嘉誠家族控制。喺全球24個國家運營53個港口，包括英國、德國、韓國、西班牙以及香港。和記港口長期運營巴拿馬運河關鍵港口，但其特許經營權被巴拿馬法院判定無效，引發同巴拿馬政府嘅法律爭議。與此同時，母公司長江和記爾將港口出售俾以貝萊德為首嘅財團，但因為中美地緣政治緊張而受阻。中國對此表示反對並加強監管。事件背後反映出巴拿馬運河呢一個全球貿易要道嘅戰略重要性，以及中美喺港口控制權同地區影響力上嘅競爭。美國亦表態希望加強同巴拿馬嘅合作。تقدمت مملكة البحرين بمشروع قرار إلى مجلسكم الموقر بشأن إقدام إيران على التحكم دون وجه حق في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في مضيق هرمز، والذي وضع مجلسكم الموقر أمام تحد يتطلب موقفا حازما。4月2日，外交人士週五表示，聯合國安理會將就巴林提出嘅一項決議進行投票。
旨在保護霍爾木茲海峽及其周邊嘅商業航運。但擁有否決權嘅中國已經明確反對授權使用武力。兩名外交官稱，安理會15個成員國嘅會議及投票將會安排喺星期六上午舉行，而唔係之前計劃嘅星期五，因為星期五係聯合國假日。自從美國同以色列喺2月底對伊朗發動打擊以來，衝突已經持續咗1個多月，導致呢一個關鍵航運通道基本關閉，油價亦隨之飆升。外交人士稱，作為本月安理會輪值主席嘅巴林已經敲定一份決議草案，內容包括授權採取一切必要嘅防禦手段嚟保護商業航運。此前喺星期四，巴林外交大臣阿卜杜拉蒂夫·班拉希迪·扎亞尼對安理會表示，希望喺真主意願下喺星期五進行表決，並期待安理會達成統一立場。喺美國同其他海灣阿拉伯國家嘅支持下，巴林之前已經刪除咗有關強制執行嘅明確表達，以爭取克服包括俄羅斯同中國喺內嘅反對意見。草案規定呢啲措施將會至少實施6個月，或者直到安理會另行決定為止。然而，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傅聰喺週四嘅發言中反對授權使用武力。佢表示，咁樣嘅舉動將會使非法同唔加區分彈使用武力合法化，並難免導致局勢進一步升級，產生嚴重後果。第4版草案曾經喺所謂嘅默許程序中等待批准，但一名西方外交人士表示，該程序已經被中國、法國同俄羅斯打破。外交人士稱，文本隨後已經最終敲定，意味着可以進行表決。安理會決議需要至少9票贊成，而且唔可以遭到5個常任理事國英國、中國、法國、俄羅斯同美國嘅否決。阿爾扎亞尼表示，伊朗非法且毫無正當理由，但試圖控制霍爾木茲海峽嘅國際航行，威脅全球利益，需要果斷回應。22個成員組成嘅阿拉伯國家聯盟秘書長艾哈邁德·阿布爾蓋特亦向安理會表示支持巴林推動該決議嘅努力。週四，英國主持咗一場有40多個國家參與嘅會議，討論點樣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並確保航行安全，同時亦表達咗對巴林推動決議嘅支持。4月2日，3名美國國防官員透露，美國國防部長皮特·克格斯週四解除咗美國陸軍參謀長蘭迪·喬治嘅職務。呢一個重大人事變動發生之際，美軍正喺中東進行一場重大戰爭。即使作為前福克斯新聞主持人嘅克格斯正迅速重塑國防部，喺戰時撤換軍種最高級軍官仍然屬於極為罕見。五角大樓證實，喬治原本仲有1年多任期，但將立即退休，結束其第41任陸軍參謀長職務。兩名匿名官員表示，克格斯仲解除咗陸軍訓練同轉型司令部負責人大衛霍德尼中將以及陸軍牧師部主任威廉格林少將嘅職務。喬治嘅離職加劇咗五角大樓高層近期嘅動盪，包括去年已經被解職嘅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空軍上將 CQ 布朗，以及海軍作戰部長同空軍副參謀長。國防部未講明喬治離職嘅原因。呢個時候正值美軍喺中東增兵並對伊朗開展軍事行動。據報道，美軍喺該地區嘅打擊行動主要由海軍同空軍執行，但陸軍士兵亦已經被部署到中東，以操作防空系統。美國陸軍係美軍規模最大嘅軍種，現役士兵約45萬人。此外，數千名來自精鋭第82空降師嘅士兵已經開始抵達中東，可能參與針對伊朗嘅地面行動。五角大樓聯合參謀部喺聲明中感謝喬治嘅服務。聯合參謀部表示，自1988年以來，喬治將軍及其家庭始終以榮譽同奉獻回應國家召喚。喺克格斯推動一系列有爭議嘅改革期間，外界之前並冇觀察到佢同喬治之間存在明顯矛盾，包括解僱陸軍首席法律顧問，以及計劃舉辦一場大型閱兵式慶祝陸軍成立250週年。本週早啲時候，克格斯仲推翻咗陸軍關於調查喺歌手 Kid Rock 住所附近飛行攻擊直升機嘅決定。呢一個舉動被視為對該川普支持者嘅支持。CBS 新聞最先報導咗呢次解職，並稱該事件同 Kid Rock 事件無關。一名官員表示，克格斯嘅前軍事助理陸軍副參謀長克里斯托弗拉內夫將軍將暫時代替喬治擔任該職位。另一名官員稱，
陸軍高層係喺消息公開嘅同時，先得知喬治被解職。喬治係一名步兵軍官，曾經喺伊拉克同阿富汗服役，喺2023年出任陸軍參謀長。佢原本任期通常係4年。喺呢個之前，佢曾經擔任過陸軍副參謀長，更早前則係當時國防部長盧埃德·奧斯丁嘅高級軍事顧問。據稱，佢同陸軍部長丹·德里斯科爾關係密切，兩人曾經共同推動同大型軍工企業改革合作，以加快武器研發並降低成本。喬治辦公室未立即回應置評請求。今日嘅更新就到呢度啦，我係 Laura， 每逢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會為大家帶嚟最新同真實嘅資訊，記得收睇每個星期日更新嘅健康資訊同埋我哋嘅旅遊節目 Trip Talk， 一齊探索世界嘅精彩。亦歡迎關注 Laura Tan Media， 第一時間掌握我哋為你精心準備嘅多元化節目內容。記得點擊小鈴鐺並關注我哋嘅頻道，第一時間獲取最新內容。